花莲新社乡有一笪石青白农地哦，最近有民众投诉讲哦，若无农地农用过去仓库去投诉，嘛无消无息。规个议员办会勘哦，嘛发现讲这个工程是交通部铁道局的包商标着的，还未申请哦，就先动工咯。 这是花莲新城乡加东段的私有农地，面积有1788平，地面已经起几落栋广告建筑物。附近农民拢伫咧问讲，农地毋是敢若会当农用吗？为什么才会当起？敢讲公共工程就会使违法？农业处、地政处、环保局跟建设处。 他们都说没有收到任何的公文，也不知道这件事情，不能先上车后补票，不能因为特定的人士而来做这样的事情。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应该要比照所有的农民一样，你必须要先恢复原状，再来申请。 议员所讲的特定人士，就是负责承担交通部铁道局的包商。大家正好奇，这间厂商为什么当伫咧乡内无照规定申请就开工？时间已经1年多，立场代表也讲是唔对。那想请问一下，就文还没下来，怎么动工那么大的面积？这边是这我们程序上面本来对程序不熟悉啦。对，因为我们本来想说在那个申请阶段是，那当然我们也以为文会很快下来。官府讲，经过调查，这个农地是非都市土地内面的特定农业区，依法只敢会当农用。这件案件无申请就施工已经违规，议员是怀疑厂商的背后是不是有人互因扣，要求检调调查。 时间会长达1年多，我们才发现到吗？没有，他不申请，然后我们不知道啊。他没有申请，我们不知道。所以刚刚所知道，他们是有跟这个环保局他们申请这个用途的部分，它是合法没有错，可是它用地是不合法的。这件工程是交通部铁道局的花东铁路双轨电气化相关工程的据点。承包商代表强调，这款设施只敢提供临时抗电缆、机具加办公用途，等到工程完工就会拆掉，工人会依法补件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